3, 2, 1, go shoot! 3, 2, 1, go shoot! Go shoot! Go shoot! Go shoot! 奧術旋轉大師。Over finish。Hello， 大家好，我哋依家咧就喺高鐵上面啦。咁睇到我哋嘅標題咧，都知道我哋準備去香港進行呢個隨機街頭陀螺挑戰㗎啦。呢一位就係張元老師啦。係 Hello， 咁今日就嚟幫阿朱導手去香港呢邊做挑戰嘅。OK， 咁佢都係非常之強勁同埋穩健嘅一位陀螺手嚟。冇。OK， 咁我哋另一邊咧就係我哋嘅佛山哥阿 Ray 啦。咁你都見到佢有非常專業嘅一個陀螺箱，可唔可以展示下先 ？OK， 咁我見到而家箱入邊咧，哇，真係好多裝備啦，發射器啦、手打啦，就呢個盒啦，就哇喺陀螺已經係琳琅滿目啊，鯊魚都有4隻啦。好 OK， 咁我哋依家咧喺旺角啦，咁嚟到呢度位於豉油街咧，我哋就擺一個盤喺度。睇下而家香港到底個陀螺熱潮有幾多人去接受呢個街頭挑戰？你如果係參與我哋嘅對戰，我哋就會送你一張呢個私人限定貼紙啦。如果你可以將我哋3個陀螺手都打低嘅話咧，我哋就會送你一個陀螺禮盒。哇！而家好多人圍賣啦，我哋即刻去睇下咩事先，介紹一下啦。啱啱加入我哋嘅。大家好，我係企鵝。我擅長求神拜佛啦，即係一切交俾即係運氣型挑戰嘅選手已經出現咗啦。喺邊度過嚟啊？東涌喺東涌過嚟啊！東涌玩咗幾耐喎？幾個月啦，以前都有玩嘅，都有玩開。有冇啲咩愛好啊？東涌龍宮啦。東涌龍宮 OK。快啲俾我見識下啦！到底你嘅 X 係點樣嘅？擅長讓3追4，即係打逆風盤嘅。咁我哋第一位挑戰者就係我哋嘅東涌龍宮啦。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好啦，睇睇哦，160嘅作用發揮咗功用咯喎，但係都係飛咗3分啊，好可惜啊！呢支係法棍160H 俾鯊魚。第二個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哇，左邊選手嘅哇，果然係東涌龍宮啊！真係。鯊魚150 LR 對呢個空力天馬760 R 軸嘅3、2、1 go shoot！ 好，哇，兩個都係非常之強嘅攻擊型啊！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互相擊飛咧？呢個時候應該係空力天馬多少少啦 ，spin finish 啦 ，OK。呢個鯊魚嘅960 FB 對呢個蛋撻160H 嘅 ，ready set 3、2、1 go shoot！OK。到底係拼擊飛定係持久咧？哇！蛋撻係非常之穩健啊！幾波攻勢都已經食住咗啦。OK， 蛋撻 spin finish。咁依家比分嚟到1比1。咁呢個時候係蛋撻160H 對翻呢個空力天馬760R 啦。好，準備 ，ready set 3、2、1 go shoot！OK， 哇！一個 dash， 但係第二次，哇！就一圈，但係都係冇事嘅。如無意外就係蛋撻係 spin finish 嘅，依家係2比1。出嚟嘅係鯊魚960 FB 對蛋撻160H 嘅3、2、1 go shoot！ 哇！我哋嘅東涌龍宮咧，就喺挑戰第2位選手嘅時候就落敗咗啦，非常之可惜。但係都唔緊要嘅，我哋會送佢一張限量版嘅貼紙嘅。OK， 繼續加油嚇，非常之犀利。我喺呢度附近。喺度附近，即係你都係旺角㗎啦。係啊。大概玩咗幾耐到啊？幾個月嘅啫。幾個月 ，OK。係鯊魚對戰爆裂天馬嘅870H。3、2、1 go shoot！OK， 發射成功。睇到天馬爆裂嘅，係 burst finish， 係天馬對隻象 W 軸嚟嘅，冇錯。go shoot！ 天馬差啲衝出啦。但係石頭人以前嘅強度都係好勁嘅喎。係冇錯啊，咁依家都唔錯喎，哇！都唔錯嘅。睇下有冇機會擊敗天馬。可以啊。有機會啦！有機會！哇！好精彩啊，石頭人！武士對蝎子嘅，go shoot！ 選手唔使緊張嚇，陀螺落盤。武士自己自殺 ，spin finish 已經係啊 ，OK。雙方展示第一個陀螺先，3、2、1 go shoot！ 好，而家雙方，哎呀，好可惜 ，CX finish 咗，自己落咗去添。好，銅牌順序而家係天馬對蝎子嘅 ，ready set 3、2、1 go shoot！
哎呀，貼紙落地有少少差少少啦，2分添喎。哇！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送一張貼紙俾你，希望繼續加油。OK， 你係咪想過嚟挑戰嘅？我喺旺角仔嗰住，我就係住喺嗰度。哦，OK， 即係都係啲街坊啦咁。咁依家既然喺度啦，我哋先挑戰先，好唔好？狗血呢個係 over finish 衝擊勝利 ，2 1 狗血。石頭人嘅落點係非常唔錯嘅。俾鯊魚擊飛咗3分啦，係極限勝利3分。然之後呢度我哋嘅貼紙送俾你。OK， 希望繼續加油。咁我哋依家又換咗新場地啦，就係呢個御景新城啦。哇！我哋先嚟及一及，下邊係咪就好似聽到火聲喎？哇！你一望一望，真係哇排晒長龍咯喎已經。嗰個人幾勁嘅，嗰個人用烈風天馬，我之前睇。即係我哋街頭挑戰一下，有冇興趣？你嚟 OK， 喺邊面過嚟啊？喺荃灣都係。OK， 咁大概之前有冇參加發射力啊？有9500。9500 OK， 有冇信心啊？要打3個？冇乜。咁唔緊要嘅，一般冇乜嘢都係特別勁嘅。係出示第一隻陀螺。你呢邊逆位係爆裂 H 同埋打鯊魚呢個 LR 嘅，係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OK， 發射成功嘅。擊爆勝利。係左蛟龍打蛋撻嘅 FB 啊 ，set 3 2 1 go shoot。雙方發射不約而同咁樣聚向咗呢邊嘅貓耳啊。OK， 睇下左蛟龍有冇機會吸到呢個蛋撻咧？追逐嘅左蛟龍。OK，spin finish。雙方選手出示第3隻陀螺，時鐘打左蛟龍啊 ！3 2 1 go shoot！ 睇下時鐘有冇避到左蛟嘅攻擊。睇翻時鐘嘅狀況仲唔錯啊！OK， 時鐘持久勝利 ，spin finish， 請出示第4隻陀螺，係爆裂 H 對鯊魚160 LR。睇雙方嘅發揮啦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鯊魚個落點非常之精準，爆裂避開咗第一波攻擊啊 ！OK，over finish， 比賽結束啊！我哋下一位挑戰者咧，問一問你大概玩咗幾耐咧？大概1個月到啦。1個月到哦。咁有冇話測過發射力幾多？一時1萬幾咯，一時係9000，最高13000。之後有咩噱頭有冇啊？冇乜嘅。冇乜嘅。係啊，茄喱啡。都係比較謙虛嘅。OK， 咁我哋即刻開始我哋呢個對決。第一隻陀螺先，唔該展示，係爆裂 W 比鯊魚 LR 嘅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比賽開始啊！哇，鯊魚嘅進攻好猛烈，但係你話呢隻大圍袋嘅防禦亦都好強啊！鯊魚進攻又可唔可以湊效咧？啱先翻到嚟。鯊魚開始，係啊 ，OK， 目前俾翻第2隻陀螺。爆人打蛋撻啊！哇，呢一局蛋撻要84000，可唔可以頂到佢嘅攻勢咧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OK， 睇下爆人嘅發揮，爆人自己走去2分區啊！第3隻陀螺，蛋撻對戰左蛟龍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發射成立嘅，哇！左蛟攻勢好強。OK， 左蛟開始吸收啦。但係蛋撻反擊咗一下。蛋撻可唔可以頂住呢個吸收呢？左蛟嘅轉速開始下降啦，左蛟開始咗吸收嘅跡象，但係左蛟貌似有少少頂唔住咯喎。好難講啦！哇，非常之穩定嘅左蛟龍啊，比分嚟到1比3嘅。第4隻陀螺係爆裂帝王 W 對戰鯊魚嘅，又係進攻對比防禦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哇！
鯊魚嘅攻勢好強，好猛烈啊！好遺憾呢位選手亦都係挑戰失敗嘅。咁問一問呢位師兄啦，你係邊邊過嚟啊？荃灣。荃灣過嚟啊，即係就係呢度嘅。啱先話講緊咩朵啊？有個咩朵？冇多，講玩3天馬啫。大概發射力幾多度啊？最新一次係17,000， 17,000喎，哇，好強喎！平均係13,000、14,000嘅。已經謙虛咗啦，17,000已經。有冇話平時用開邊隻比較順手啲咧？暫時而家係空力天馬。咁我哋即刻進行呢個挑戰啦。喺個盤中間度展示一下啦。分別係天馬同埋神像嘅一個攻擊型，一個呢個係持久型嚟嘅。OK， 好，第一個 ，ready set， 3、2、1，Go shoot！ 好，哇，雙方落地都非常之標準，非常之勁喎。哇，天馬呢個一擊非常之勁啊！直接就一個 over finish 2分。好，跟住第二隻呢個係 CX 天馬嘅鯊魚，兩個都係非常之強大嘅陀螺嚟嘅。好，ready set， 3、2、1，Go shoot！ 好，哇，又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落地，哇，雙方嘅戰鬥非常之激烈啊，連個盤都打到歪埋。哇，鯊魚呢個連續攻擊。好，哎呀，好可惜冇打到出去啊！但係6天馬有啲失衡咯喎，但係鯊魚都歪咗咯喎。而家就係睇下大家嘅尾速如何啊！哇，呢個 CX 天馬調得非常之好喎，定中得好勁喎。係啊，鯊魚咩？兩個都加油啊！哎呀，可惜，而家比分嚟到3-0啊！左邊呢位3分，右邊呢位目前未攞到分嘅。好，第4個比，哇！呢個就係所謂嘅乜嘢話？我唔記得咗添。呢個係烈風天馬。烈風天馬係對呢個係咩啊？呢個係左膠咯。好 ，ready set， 3、2、1，Go shoot！ 好啦，哇！呢個烈風天馬攻擊非常之強大喎。哎呀，可惜。犀利！哇，零封咗對手啊！哇，太強啦！而家係第一個係神像對呢個天馬嘅770啊 ，OK。好 ，ready set， 3、2、1，Go shoot！ 哇，非常之強烈攻擊。OK， 神像冇辦法破活啦，又係 over finish 2分。好，鯊魚係360 LR 對呢個天馬 CX 天馬嘅。好 ，ready set， 3、2、1，Go shoot！OK， 哇！到底天馬可唔可以頂住呢個鯊魚攻擊咧？好，睇落有啲遠啦。如無意外嘅話咧，就係 OK spin finish。好，3-0依家係我哋嘅左龍對呢個風天馬。OK， 烈風天馬非常之有信仰嘅。好，ready set， 3、2、1，Go shoot！ 好，左龍嘅吸收到底能唔能頂得住咧？哇！爆裂啦！哇，好強啊！OK， 太勁啦！好，佛山哥，好，天馬對天馬 ，OK。好 ，ready set， 3、2、1，Go shoot！ 哇！好啊！但係持久力不足啦，哎呀，都仲係 over finish 咗。馬本人會打贏啊！3、2、1，Go shoot！ 好，雙方都係持久型。哇 ！Buster finish。OK， 2-2啊，而家係。OK， 而家神像對呢個烈風天馬。好 ，ready set， 3、2、1，Go shoot！ 哇！不斷攻擊，一波能唔能夠頂得住咧？最高慢7發射力 ，OK， 睇嚟係有啲吃力 ，OK。好，神像 spin finish。好，持久鯊對天馬 ，ready set， 3、2、1，Go shoot！ 哇！好驚險，哇！係啊！好可惜，好可惜。我哋指教。非常之精彩啊！非常之精彩，守住咗。好艱難咁守，好勁啊！Go shoot！
，Go shoot，Go shoot，Go shoot。奧術旋轉大師，你喺邊邊過嚟咧？天水圍。好，ready set， 3、2、1 ，Go shoot！ 係石頭人係個 OP 族嚟，係帝王嘅族啊！哇，好可惜，好可惜啊！我貼紙送俾你嘅。好。OK，咁我哋下一波挑戰者咧就係我哋呢3位比較後生嘅呢個陀螺戰士啦，係你哋介紹下啦，各自。今年13歲啦。今年都係13歲啦，同埋我喺 G3 比賽同埋 G2 咧都有攞過獎嘅。哇，好勁喎！呢個係有戰績喎。我係暗影帝王啦，可以叫我14歲。哇！真係。咁你哋喺邊度嚟㗎？邊度嚟呢邊玩㗎？定係住附近㗎？唔係住附近嘅港島區。哦，港島區。咁我就深水埗區嘅。我喺將軍澳。上年好似見過你嘅係咪？係嘅。即係你哋唔係跟風嘅，你哋之前就玩開㗎啦。哦，即係其實佢哋係前輩，啲老選手嚟㗎，係呢3位全部都係老油條嚟。OK，係。好，咁我哋即刻開波啦。OK。好，而家係第一位選手嘅第一場比賽。好，第一個陀螺係神像對天馬對空力天馬嘅。Ready set， 3、2、1 ，Go shoot！ 哇，好強大嘅發射力啊！哇，呢個陀螺嘅摩擦性好似引擎咁樣啊！係啊，呢個空力天馬，哇，空力天馬嘅一擊係好強大嘅，但係神像嘅復活能力都唔係講下嘅。神像後期嘅最擅長嘅持久環節啦。即時換咗個發射器先。好，而家第二個陀螺係鯊魚對神像嘅 ，Go shoot！ 跟住睇下先。佢嘅發射有手法嘅。係㗎，全部都係老玩家嚟㗎，佢哋嘅技術係非常之強大嘅。有冇？哎呀，都係神像型啊，不過係 T0嘅陀螺啊。好，第三個而家係天馬對鯊魚嘅 ，Go shoot！ 哇，好強大嘅發射姿勢啊！哇，雙方嘅攻擊型陀螺打起身真係非常之精彩啊，砰砰聲咁樣。哎呀，都係鯊魚對神像啊 ，Go shoot！ 好啦，哇，呢個要睇一睇回放啊，因為兩個同時出去嘅，我覺得好似係鯊魚出去先嘅。Ready set， 3、2、1 ，Go shoot！ 其中一個係追逐嘅鯊魚嚟嘅，另外一邊，哎呀，呢個鯊魚出咗去啦。有時一講邊個勁咧，邊個就會輸啊，所以大家都係唔好睇比賽，唔好亂咁出聲啊！哇，非常之精彩啊！一個 bust finish 就咁拆咗出嚟啊！好可惜啊，係，所以比賽之前一定要檢查好自己嘅陀螺啊！Ready set， 3、2、1 Go shoot！ 哇，選手嘅發射姿勢都係非常之強大啊！呢邊陀螺嘅攻擊力都好強啊！但係神像嘅角度好差啊！頭先，哇！我而家係一個 over finish 啊！鯊魚落3、2、1 Go shoot！ 哇！好強大嘅攻擊力啊！邊個嘅天馬 ？OK， 而家係2-2啊，2平啊！3、2、1 Go shoot！ 強澤龍係最新出嘅 BX， 哎呀，成功挑戰咗第一個選手啦 ！Go shoot！ 哇 ！Go shoot！ 好，我哋挑戰者有冇機會反敗為勝咧？哎呀，好可惜啊！一個0-6啊！好 ，ready set， 3、2、1 Go shoot！ 比賽開始咗，鳳凰嘅進攻，哇！鳳凰將對方擊飛，3、2、1 Go shoot！ 哇 ！Go shoot！ 上方選手嘅落點都冇問題。Go shoot！ 哇！鯊魚嘅進攻，追逐嘅鯊魚跑起身都係好快喎。但係神將可唔可以堅持住啊？神將？哇！呢位選手挑戰成功啊！我先啊！點啊？到裁判上啦！嗱，而家係時候。我嚟啊！Go shoot！ 哇！好強大嘅發射力啊！點解你哋3個發射都咁勁嘅？哇 ！Go shoot！ 好啦，雙方發射嘅落點都非常之靚。哇！呢個猛烈嘅接觸，神像嘅持久彈。哇！呢個好靚嘅復活啊！
唔叫咩？狗 shoot 係神像對，又係神像對鯊魚啊！睇嚟，哇，非常之激烈嘅戰鬥啊！但係，哎呀，鯊魚最激烈嘅進攻已經，蛋撻已經頂住咗啦。狗 shoot 呢個係鯊魚內戰啊！睇下。非常之可惜啊，就差2分咋。狗 shoot， 狗 shoot。依家咧有位新嘅挑戰者咧，已經係打贏咗我哋2位頭一戰士啦。依家挑戰緊第3位 ，OK。3、2、1， 狗 shoot。係啊，哇，好強嘅攻擊力啊！但係，哇，仲以為會吸贏啊，但係居然係狗 shoot。而家我都唔敢講嘢啊，因為已經嚟到一個賽點啦。呀！呢個神像非常之有靈性翻嚟。狗 shoot。OK， 兩邊都係鯊魚喎，但係好似係一邊係攻擊嘅一邊。哇！成功咗，第一位挑戰者成功。嗱，恭喜呢位挑戰者啦！啱先真係打贏咗我哋3位呢個陀螺戰士嘅。喺邊邊過嚟咧？我喺東涌過嚟。平時發射力幾多度啊？有試過12000嘅，係啦，12000到13000都試過。最高12000、13000度。係啦。咁咧嗱，呢度有啲獎品喺度嘅。咁你就可能要盲抽嘅，你自己擺隻手落去先。因為有啲係拆咗袋嘅。OK， 呢個係暴龍啊，籤王嚟嘅。係。同埋咧，我哋仲有張貼紙俾你嘅。係。你而家嗰個神像啊，蛋撻啊，買唔買到啊？多唔多先？手頭上？一隻啫。一隻啫。你想唔想多一隻？可以啊。可以係嘛？嗱，依家條件係咁嘅，你如果想多一隻咧，你只要再挑戰多一個選手，你呢一個就可以換成神像啦。呢個換成係啦，你可以選擇挑戰或者唔挑戰。再挑戰多次啦。挑戰多次係嘛？咁就挑戰我咯喎。冇問題。好勁啊佢。唔好咁講啊。好，錄緊啦！而家雙方展示第一個陀螺，係暴龍對神像嘅狗 shoot。好，雙方已經成功發射啦！哇，暴龍嘅進攻好猛烈喎，但係蛋撻嘅防禦都好勁喎，會唔會有機會咧？哎呀，好可惜啊！一個神像一個。好，而家第二個陀螺係鯊魚對鯊魚嘅。3、2、1， 狗 shoot。OK， 哇，攻入，哇，係邊個出咗去咧？好可惜，挑戰失敗啊！但係你都係今日成功第一個挑戰成功嘅人嚟嘅，係啊，都係非常之好有實力嘅一個選手嚟嘅。咁我想問下你哋玩幾耐咧？玩咗1個月。1年咯。呢個老手嚟。佢有個朵喎。我冇。咁你互爆一下。佢係地區冠軍啊！地區冠軍。佢教我玩陀螺㗎。好啦，師傅啦。係第一位挑戰嘅女選手啊！雙方展示第一個陀螺。係鯊魚對戰石頭人。Ready set 3、2、1， 狗 shoot！ 哇！差少少極限勝利啊！呢一隻石頭人非常之好彩，有啲雪翻嚟。好啦，最後到最後嘅相持。鯊魚持久勝利。第二隻陀螺係法棍打鳳凰嘅，法棍 H 打鳳凰 R。Ready set 3、2、1， 狗 shoot！ 喂，好靚嘅極限勝利。OK，ready set 3、2、1， 狗 shoot！ 非常之好彩啊！法棍喺2分區度復活翻嚟，但係目前好似轉唔贏長空天馬。同佢打2次啦，2分。空馬持久勝利。Ready set 3、2、1， 狗 shoot！ 哇！鯊魚好兇猛嘅 X dash， 喂！哇！哇！1次3分復活，1次2分復活，非常之精彩呢一個對局。呢一隻法棍真係非常之強勁啊！好 spin finish， 恭喜呢位選手。好，展示第一陀螺。哇！
係武士星劍打法棍鯊魚啊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哇！星劍打到跳起身啊！呢個鯊魚嘅上勾攻擊非常之強勁。係武士星劍險勝啊！第二隻陀螺係鳳凰對決蛋撻 go shoot！ 持久勝利，第三個陀螺，哇係鯊魚 J 打法杖 H 啊 ，go shoot！ 鯊魚 J 嘅持久力非常之好啊。OK， 第四個陀螺 ，OK，go shoot！ 武士星劍對決蛋撻，蛋撻今次係哇蛋撻復活，但係可惜。係轉唔贏星劍啊！星劍嘅勝利非常之可惜啊，4比0。呢位選手挑戰失敗，非常之可惜。有。我哋恭喜呢位選手咧，就真係打贏咗我哋3位陀螺戰士啦，真係非常之實力強勁啊！你喺邊邊過嚟啊？沙田。大家反應啊，數一數。係，準備好未？好，嗱，倒數啦。OK 未？決定好未？邊個？好，攞。哦，恭喜 X 49。我哋仲有一個追加選項嘅，即係你要再挑戰多一位選手，即係你可以選擇唔挑戰嘅。你贏咗嗰個選手咧，你就可以將呢盒換成神像。如果你挑戰失敗咗咧，咁呢盒都冇埋啦。咁嘅話，我決定挑戰。好，你決定挑戰。因為除咗神像之外，我覺得呢個應該留翻俾有需要嘅人。應該留翻俾其他挑戰者。哦，好 ，OK，咁你咁你咁勇敢 ，OK。Go shoot！Go shoot！ 復活咗一次，繼續左龍而家係攻擊緊佢。好，拜下先，我係拜型選手。哇！左龍加油啊！係左交龍對呢個蛋撻 ，OK。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交龍準備快攻勢 ，X dash 好空咗，繼續上好。over finish， 有啲可惜。好 OK， 咁我哋依家咧又轉咗一個專門嘅呢個陀螺自由對戰區啦。其實都係呢個商場入邊嘅。OK， 咁我哋而家見到呢邊咧就已經係人滿為患嘅啦。我哋即刻過去搞一及咩情況？有冇人可以接受我哋嘅挑戰咧？希望有啦。係啦，希望有啦。OK， 雙方選手出示第一隻陀螺，係法棍打三角龍 B 族喎，係好少見嘅配置啊 ！Ready set 3 2 1 go shoot！ 哇！好 shoot！ 係啊，又係我哋嘅神像啊！對面應該係三角龍嚟㗎，係咪？哇！佢哋三角龍，哇！好少見呢個陀螺啊！哇！真係，好勁啊！Go shoot！ 好啊，再睇下三角龍會唔會再創造奇蹟咧？哎呀，可惜啊！挑戰失敗，係啊，差少少都係差少少。1 go shoot！ 睇下帝王閃擊呢個攻擊力夠唔夠強大？但係我哋神像已經擋住咗佢咯喎。好穩啊！好，go shoot！ 鯊魚呢個攻擊非常之強大，係咪已經打暈咗左膠咧？但係左膠會唔會吸到翻嚟咧？哎呀，可惜 1 go shoot！ 哦，可惜3 2 1 go shoot！
睇下我哋進攻西可唔可以？哎呀，Go shoot！ 好，睇我哋。哎呀，石強好勁嘅一個射力 shoot！ 哇，好靚嘅極限勝利啊 ！Go shoot！ 選手開始咗盤外招啦。頂住！哎呀，非常之可惜，左龍險勝啊 ！Go shoot！ 發棍嘅落點非常之精準。堅持住啊！堅持住！哇，好激烈啊 ！Go shoot！ 哦 ，over finish， 暴龍先攞得2分。Go shoot！ 哇，傑子一落地就進行咗好激烈嘅，哇 ！over finish， 恭喜呢位選手挑戰成功啊！玩咗幾耐啊？啱先玩咗1個月。玩咗1個月。係啊，即係好彩，我覺得。唔係都有實力嘅。啱先你嗰個測速係幾多啊？測速係12000左右咯。非常之強悍嘅一個實力選手。多謝邀請。平時會做開啲咩對陀螺有幫助嘅運動？健身為主。健身啊！本身係一個健身教練嚟嘅。本身健身教練嚟嘅。主要係練背啦，同埋個後膊同埋轉腰。即係嗰個繩索拉啊！係啦。划船係嘛？划船咯。哦，呢個係強襲落。係有冇啊？呢個陀螺？呢個冇。呢個冇啊？係啊。OK， 恭喜晒！係啊，就睇你要唔要搏一搏，定係就收，見好就收。冇錯。我會希望見好就收。見好就收。OK， 恭喜晒！啱先就有一位選手挑戰成功啦。咁佢咧其實係一個健身教練喎。咁我哋呢一位咧更加係睇得出係有健開身㗎啦。係咪打開職業賽啊？教練嚟嘅，有比開賽嘅。哦 ，OK。唔係比開啲即係教練嗰啲。教練嗰啲健美㗎係咪？啱先你嘅轉速係已經係超過12000啦。係。玩咗幾耐度啊？1個月到嘅嘢。都係1個月喎。都係一個呢個健身教練同埋打職業賽嘅呢個陀螺戰士，咁誒即管嚟我哋挑戰下啦，好唔好？好，第一個陀螺係兩個都係無絲幻象嚟嘅，但係呢個族OK 一樣配置嚟嘅，係嘅，兩個都係 H 族嘅神像。3、2、1 Go shoot！ 哇，睇下邊個持久力好啲啊！睇邊個力量勁一啲啊！係邊個落咗去咧？哦，係我哋嘅挑戰者贏嘅，一個2分嘅，又係兩個鯊魚嘅對決。Go shoot！ 哎呀，可惜啊 ！Go shoot！ 好，睇下你係攻擊型嘅勝利。哎呀，銀龍衛冕咗啊！有少少插曲添。OK， 第一個陀螺，左龍對發神像啊 ！Go shoot！ 睇下左龍可唔可以吸收到呢個神像？係啊，左龍險勝 ，Go shoot！ 睇下我哋鯊魚可唔？哦，哎呀，擊爆勝利啊！係神像對鯊魚嘅 ，OK。Ready set 3、2、1 Go shoot！ 好，雙方嘅發射。但係我哋嘅神像復活翻嚟喎，但係復活翻嚟嘅持久力夠唔夠堅持住咧？鯊魚而家仲不斷向神像發出佢嘅猛烈進攻。係啊，我哋嘅陀螺節又開始喺度拜啦，喺度請求一啲神秘嘅東方力量啊！求下你啊！睇下我神像堅唔堅持到咧？得啦，我夠力啦！唉，都係險勝啊！我哋嘅神像非常之精彩啊！差少少。係，多謝。拜拜。點啊？啱先打陀螺爽唔爽啊？玩得超正，氛圍超好，超開心，係啊，勁開心，差啲趕唔翻呢趟車啊！一路排，而且當地香港玩家都非常之熱情，冇錯，好友善啊！係上一年我記得上一年6月咧，我去香港咧，去到仲係陀螺吧，一個人都冇，真係就叫做企硬唔出嘢。咁啊得個店員即係見到我係自己喺度獨自出嘢咁啊過嚟又陪我玩咗幾下，咁跟住又跑去做嘢。咁今次過嚟完全就係已經唔一樣。
呢一年時間玩家數量直接係指數級上升。冇錯。咁我希望即係話，如果有機會咧，都可以打到香港官方嘅賽事啦。雖然而家真係非常之難報，咁啊，所以我哋今次只能夠自己去叫做街頭對戰，自己去組局去咁樣玩。OK。當然啦，我哋現場嘅嗰啲對手都非常之厲害，我就已經輸咗好多啦。咁好彩靠大家啫，靠佢哋嘅。咁希望下次可以送更多獎品出去。爆旋陀螺好好玩，我仲要繼續玩。好，咁今期節目都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老一節快樂，然之後繼續有機會下一鋪繼續挑戰。OK， 好，拜拜。Peace。幾時啊？呢個係23年前嘅。23年前嘅，哇，都保存得好好喎，好靚喎。因為咧，佢一直擺喺時間內嗰度咧，冇喐過嘅。所以咧，近排興咧，我喺時間內度拎翻出嚟咧，所以先保存喺度。keep得好好啊！翻細個以前嗰個感覺啦。OK，咁呢個貼紙就送俾你紀念一下。多謝，係。好，多謝。